新竹城隍庙口头前的大商，为5月疫情爆发的时阵，就开始休困。这礼拜总算会当恢复营业。大商是讲吼，这2个月外月无生意通做，即马看到有人客来，真正足欢喜。希望民众来交关的时阵嘛，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。烧滚滚的米粉炒贡丸汤真成人，新竹城隍庙外口卖食的摊仔，自5月3级警戒了后，全数停业，2个外月无营业。 真侪想要食新竹名产的民众等了真久。可以在里面用餐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其实还不错，就是比较好了，不用一直外带回家，这样食物冷掉，味道又不好。其实疫情之前就要来了，可是就因为疫情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过来。城隍庙大商管委会指出，目前是以单一出入口进行实联制，嘛要求大商遵守防疫规定。 卖食业者讲，看到人客来，真正真欢喜的。有生意做，有一点收入的话，会有比较好。我觉得蛮高兴的。有啊，很开心啊，比较稳定的。至少有可以赚钱啊。除了城隍庙，另外真是有囡仔欢迎的新竹动物园，嘛重新开放，人数限制是控制在上侪7500人。另外园区内袂使食物件，干那会使啉水。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。